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社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咱今仔日邀请到一位来宾，伊是伫台南美术馆伫做工课的里民，嘛是我一位足好的兄弟。我甲伊呢是透过我的好朋友伫夜市熟识的，规个是伫遐夜市人生的概念。我已经熟识2冬啊啦，真正足好啊！因为大概我若倒去台南的时阵，我拢会去美术馆啊，还是就是这出来食饭，所以我嘛足好奇这美术馆啊，伊是安那找到这份工课，佮加上讲2024年这冬对台南算是足特别一冬嘛，因为是对咱汉人来讲是400冬啊，对原住民来讲，因肯定是甲即个世界连接的一个重要的一冬，所以想要请伊甲咱分享伊即个台南美术馆会有啥物活动，还有伊个人的故事，嘿，佮伊个人的故事，嘿。咱暂时请即个我的好兄弟小班来甲咱介绍一下。各位万城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里长好，干事好，我今仔日真感觉迄个真荣幸吼，有即个机会来到即个万城的即个里的办公室来遮练小话吼，分享我家己迄个做美术工课的迄个求学，也是做工课的即个过程啦吼。以上简单介绍好，以上嘿。你是倒位的人啊？住伫倒位？即摆咧创啥？我是台南人吼，我住伫台南安平吼，我即摆伫迄个台南美术馆的研究典藏部，甲迄个馆内底的作品有关系的研究工课啦吼，安尼我伫内底咧上班做研究工课，写即个研究即个作品啦吼，头段即个迄个即个头段有讲到即台南400吼，我简单介绍一下啦吼。今年2024年吼，是安怎会讲台南400呢？就是伫400冬前，就是1624年迄冬。我头拄讲我住安平嘛吼，大家知影讲，迄荷兰人吼，伊伫安平有一个热兰遮城，就是讲今仔日的安平国宝遐吼。伊伫遐正式，咱荷兰人正式来到即个安平遮，等于是咱台南甲世界的贸易的开始。等于讲是咱台南开始甲世界做朋友，因为有一寡贸易关系的开始是一种世界的关系会拍开纪念性的一冬啦。当然，咱这是讲咱是用即个400来做一个历史是做活泼的。无得卡以前就有但是因为热兰遮城400这建成有即个400。所以这是一个数字尔啦，所以听众朋友内底嘛是有一寡历史背景专长的学者当然有一寡疑问但是这应该是咱简单的一个定义甲定调安尼。这个台南400当然就会讲台南美术馆，阮就会推出一寡讲这400冬来，咱当然讲咱也有经过无共的政治的文化，像讲日本啊，像讲荷兰啊，还有像讲。国民政府来台的迄阵的这段时间，甲咱光复以后到进即个400冬吼，所以即个美术馆伊就会开始，咱会去收集无共的不同时期即个艺术品，也是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因咧想啥，对
对咱台南吼，这4、8冬来的艺术有一个了解，安尼啊，所以今年足侪文化活动拢有甲即个台南即个城市4、8冬来的发展有关系。安尼以上简单介绍，嘿。好，你敢是自细汉就对美术有兴趣，才会来做这，还是讲你有自细汉就学美术？吼，是安尼，我无自细汉就学美术，其实吼，我毋是迄个画图的。若逐个有听着讲我是美术系，拢会准讲我是画图、画，但是其实我毋是安怎讲，毋是创作背景，我是读研究所开始，较来读即个美术理论啦，吼。算是较理论组吼，毋是创作组。是安怎呢？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阵读的其实是外文系啦。我读外文系吼，到迄阵差不多外文系3年4年的时阵，我的同学吼，逐个拢开始咧准备甲外文系有关系的工课，也是研究所。毋过到迄个时阵，我就开始咧思考讲。我敢有真正想要做甲外文有关系的工课未来啦吼，所以我迄阵差不多20岁的时阵，迄阵就开始想即个问题，就拢去图书馆看电影，看册，看摄影的一寡册，吼，我就感觉讲，我若想找着我家己的兴趣，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吼，拢算我家己自学啦。就是我为20岁开始吼，拢家己自学，就是我家己去摸索，家己去上一寡甲艺术有关系的课，家己去美术馆看展览，家己去读家己喜欢的册，我嘛是真很幸运，就是我的爸母甲我的老师拢有支持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成绩也真正无好啦。就是讲吼，我毋是算讲迄种名列前茅的学生，所以我是算迄种甲自学的孩子做共，就是讲只有对某一些科目较有兴趣的迄种囡仔所以一旦吼我找着方向，我就做投入安尼。所以讲，为20岁到近差不多40几岁这20冬，我怎啊人生一个大转向，所以我就。外文系毕业了后，我就转来台南的成功大学，留去即个艺术研究所，读即个艺术理论。毕业了后，去台北的艺术杂志做记者。做记者一段时间了后，就搁继续留去台北艺术大学的美术博士班，继续搁读高中的博士。到2冬前才转来台南。其实。转来台南吼，是迄个因为会自然的想要做一寡甲研究有关系的工课，也是甲美术有关系的工课。迄阵是想要做甲电影有关系的研究。毋过迄阵台北的电影研究图书馆拄仔咧找迄个研究员，但是我没有应征上，就想讲无搁继续找。总迄阵也想讲无转来台南好啊，总也有即个拄好即个机会，总留来台南美术馆上班，是安尼嘿。足趣味的，因为我家己嘛是差不多是20岁，即个时阵就是差不多3年，大学3年4年的时阵，差不多开始咧发现讲我家己读的物件，跟我的兴趣是无相关的开始家己去摸索即个过程，感觉真趣味。对啊。对。你的好差不多20岁。嘿，你讲啥？我讲，你莫甲我名讲出来，往来。往来，你讲啥？我讲我足好奇，就是你读艺术了后，你讲你对看代志的角度有无共？其实我自细汉就是感觉拢较有家己的想法的一个囡仔。所以我伫学校，因为我变化真大，就是讲我到差不多高中进前，我拢是差不多名列前茅，第1名、第2名、前5名的迄种囡仔。毋过吼，拄着数学甲迄个科学了，我怎无法度，你敢知？就是迄个
伫台湾读册的囡仔，逐个拢知，就是你若理工科无好，你就差不多啊啦，吼。所以迄阵我就会想讲，因为迄阵就拢咱台湾的教育伫迄足久20几当前迄阵吼，对待文科甲对待理组的迄种，你会觉得你的未来会怎啊做无共。所以我感觉吼，我家己的自觉差不多是伫细汉迄阵就开始咧想讲，我安尼我家己到底是喜意啥物，啊，我要创啥物，我的兴趣是啥物。所以虽然我伫学校的成绩拢吊车尾的吼，但是吼，也是因为厝里的人无咧逼啦，就是讲你若有兴趣啥，你家己去发展就好。所以我看代志的想法吼，拢一直有家己的想法，拢无变。我会感觉讲一件代志，虽然别人安尼讲，但是我会有家己的想法。像讲看电影，我较无介意看预告片，我拢是想要家己去看，有家己的想法安尼啦。嘿，对，嘿。甲我完全倒变，我拢一定爱先去看人安怎咧评论即个影片了，我才会去看电影。我可能就是较理组的头脑，就是爱先对啊，嘿，先了解，先对即个代志。嘿，我即个普通人拢介意看预告片，看有互我有啥物感动，定是感觉伊好笑无，我才来决定讲我要看无。这正常诶，无伊哪会要做预告片？做预告片，互我即个普通人看。对。嘛毋免分讲安尼啦，是讲逐个人看一件代志诶，迄个习惯无共啦，想法无共尔啦。对，嘿啦，系啊，对啊，就是足趣味啊安尼，逐个真正拢无共。你拄则应该有讲过，就是你转来台南开始找着即个美术馆的工课嘛？这是安那的机缘？你伫美术馆内底是负责啥物款的人物还是业务？安尼吼，就是讲，因为其实吼，我虽然读美术系，但是吼，我借即个机会也甲大家分享吼，美术馆的工课、博物馆的工课、甲美术的艺术、甲美术本身吼是无共的专业无。就是讲吼，我另外即个工课了，较知影讲吼，艺术行政本身是一个专业啦。我可能我的背景较是艺术哲学，所以我另外受到足侪实战经验的刺激，想讲我着负责讲咱台南也是台湾前辈艺术家的即个展览即个策划啦，算讲阮部门的工课上有4个艺术家，逐个可能拢有了解有听过陈澄波、陈澄波，台湾第油画家陈澄波。迄个第二就是郭伯川，郭碧川，就是台南美会会长啦。第3位是一个医生艺术家叫许武勇，第4位嘛是一个伫台南算画图画足久，嘛有足侪学生的即个选择在啦，所以我另外第一个业务呢，就是负责咱4位即个甲咱台南的艺术影响足大的4位前辈艺术家的常设展。即个常设展，伊是做一个美术馆的窗口，所以讲到台南要先了解台南的美术，就要先了解台南美术的历史。台南美术的历史为从1920年差不多20世纪初发展到现在，因的有推出这4位前辈艺术家，互大家对这个台南美术差不多100年来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熟悉，所以我留来了，我就开始对这4位艺术家做专门的研究啦，因为阮就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工课，就是算讲台南前辈艺术家的专题研究，算我的第一个工课。第二，因为我爱写文章啦，我的兴趣也是讲写作是我的兴趣，所以美术馆有出版品啦，像讲即个我有迄个教育推广性质的双月刊，
迄宝宝也一本差不多国中的小朋友开始以上吼，阮就有即种基本介绍的刊物吼，差不多2个月一本啊，逐期拢是以一个艺术家为主题，到即摆差不多要30集啊，啊拄啊好最近就是要写单顶铺啦，吼。啊，所以即个伫内底写文章嘛是我的写文章啦、采访啦，吼，也是我的工课。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咱对咱家己城市，也是对咱台湾的艺术的即个研究甲即个安怎讲研究建构，是我基本的工课安尼啦。啊，阮其实也有足侪的展览，拢是为即个方向咧做。啊，但是我伫即个部门上基本的，就是去做迄基本的工课。啊，因为吼，迄个展览策划嘛是另外一个专业，所以阮美术馆有另外一个展览部的同仁，因会搁去策划更多其他的展览。啊，我基本上有点啊无中生有，就是迄个类术是上代开发的，就是迄考古啦。因为吼，迄足侪的艺术家，足侪的以前有非常多台南美术吼，拢因为无即个美术馆的关系，所以拢较无安尼的工课，也是讲有，但是有是讲足侪啊，所以为什么开始台南有开始即个美术馆啊，渐渐开始较侪的资源咧做遮的代志，嘿，安尼，真趣味呢。我进前有一集啊，应该是你奶奶万城迄集。我有讲到讲美术馆就真像一个城市的灵魂。啊，我进前去参观的感觉，就感觉讲咱台南美术馆真注重伫咧府城的美术发展，含在地美术的历史。啊，毋过伊迄个在地哦，含咱高雄，因为我是高雄人嘛，含咱高雄迄个在地，佫真无共。比如讲高雄，伊会有海啦，有港口啦，佫有一寡南岛民族的，就是原住民的元素。啊，你安尼讲起来，伫你的眼中的即个台南美术馆是安怎的物件？是安怎的存在？安尼吼，因为其实吼，即个任务的观察吼，是讲即个美术馆作为一个城市的窗口，要安怎互人有一个第一的印象啦。啊，伊头拄仔讲到即个高雄美术馆，高雄是一个足大的即个商业城市，伊有足鼎盛的即个贸易发展，所以大船大海吼，啊有大山有原住民。啊，台南美术馆其实伊是打开始5档的一个美术馆，所以伊有差不多一寡方向。第一吼，就是讲台南是台湾上最古老的城市。等于讲台湾的文化的开始，就是为台南开始啦吼。咱一般历史有即个讲法，啊，所以有足侪的传统艺术。像讲即个迄个，咱会知影讲，台南吼保留足侪古迹，保留足侪庙，啊，以早的艺术足侪迄有寺庙彩绘的迄即个画师，也是即个庙的即个安怎讲？就想讲恁伫外国，恁会看到足侪教堂，吼，教堂内底就有足侪种的艺术啦，吼，有绘画，有即个雕刻，有即个各式各样。所以吼，我感觉台南美术馆伊有一个足重要的方向，就是伊是先互大家去了解讲，你自然伫即个城市看到甲美术有关系的代志，包括你的生活内底、你的信用内底，你看到即寡这水的物件，拢是台南美术馆关心的啦。像讲庙的，就是咱生活的即个艺术。啊，像讲咱一寡现代艺术的即个脉络，像讲咱留学回来的一寡艺术家，因会画西画，就是讲油画这吼，这嘛是一个方向。水墨嘛是一个方向，吼，传统嘛是一个方向。啊，另外吼，
台南美术馆也足关心视觉艺术其他以外诶，想讲足侪音乐，咱台南诶音乐诶发展、戏剧诶发展吼。等于讲，即个文化是一个综合体诶状态，伫即个城市内底啦，吼。因为吼，台南你安怎行，你差不多走几步，你就看到300-400栋来诶，即个古迹，拢你就那是活伫即个历史的叠层内底啦。所以你要安怎甲你诶囡仔、甲你诶朋友讲即个城市诶故事吼？即个美术馆伊就是利用这种持续性一段时间诶展览，一届讲一个故事，豆讲，安尼啦。所以我感觉即个台南美术馆诶关心吼，到即摆就是第一，就是台南诶美术诶发展，伊是安怎发展过来诶？吼，第二，伊诶即个城市诶文化，甲伊城市文化诶保留哦。想讲，阮即个美术馆是有修复部门诶，吼，即个美术品歹去，咱人破病，咱就爱去病院，美术品若讲有代志，就爱委托即个修复师。所以美术馆本身，阮是有不同材质诶修复师诶专业修复师伫内底。所以吼，即个文化保存有形无形吼，拢是美术馆重视诶啦，吼。因为呢，这300-400栋来台南人安怎生活，本身嘛是一种文化资产。吼，所以吼，我感觉即个台南美术馆也有咧做即个，我安怎讲，就是我伫内底做工课，我有感觉讲有形无形诶即个文化。拢是阮安怎讲？阮重视诶代志就对啊啦，嘿啦。你讲高雄大山大海，阮台南人就是文化甲气魄啦，安尼啦。对，我真正去台南，有互你咧气魄惊着咧，我感觉行伫路里诶人，拢有一寡，安尼目睭看天顶，安尼有一寡，我就是虎城人，安怎样？我就虎城人，迄种气魄哦。骄傲啦，吼，骄傲。对啊，我感觉你来台南人惊代志会甲你惊着，第一物件若甜啦，第二台南人吼，哪会晓你有气魄，有一个气口啦，吼。对，我真介意你讲的即个讲法了，历史的叠层即个讲法。对。兄弟，我毋知你遮深呢。你毋知影我足久呢，真正吼，因为我甲你讲，即种文化的自我认同，恁即摆伫外国吼，可能感受阁愈深。因为其实咱是大汉了后，较慢慢颠倒来安怎讲？慢慢反过头来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认识咱家己的文化。咱是安怎大汉的？咱细汉是先负责大汉，你有一个关度了，较知影讲你是啥物滋养大汉的。对。所以即个咱是受着啥物滋养大汉的，甲思想有关系。即个思想，咱是受着啥物思想大汉的？咱第一就是咱的家庭，咱的爸爸妈妈，因是啥物的人，因的气质是安怎？咱伫即个城市生活，咱伫内底的朋友，也是咱的同学，咱的老师是啥物气质大汉的？所以会造就着你即个城市的人的一个气质啊。像讲伦敦人、巴黎人，各个不同城市的人，拢会有一个气质，甲迄个城市的文化是有关系。对啦，对，真趣味。另外一个通做伙来比较的，就是因为旧年10月开始，咱万坵美术馆开始要来庆祝200栋的生日。伊的活动是几栋的？伊活动的介绍里内底呢，伊就有就强调即个多元性别、多元种族等等。因为即个美术馆伊一开始是足精英的。elitist 伊咧开馆的迄个时阵呢，是工业搁当咧发展的时代，所以迄个时阵的观点是足白人、足男性的，嘛可能拢是较侪拢是
资产阶层的人才会去来想即个艺术的物件。啊，毋过伊伫开馆的40档左右的时间，伊就开始开放免费入场，互大家拢会当入去。啊，因即马呢，现主是因为一再会强调讲，因知影讲因即马的馆内底的收藏，也是偏向白人男性嘛，欠缺即个 LGBT 族群的艺术。啊，我感觉这就是堪万城即个城市的灵魂，就省诶，就是就强调多元包容安尼。啊，毋过我感觉倒转过来讲，万城遮个价值吼，伊又无办法直接套伫咧台湾的美术馆面顶，因为咱无白人 dominating 即个问题嘛，咱颠倒是就需要去探究在地，毋是市民者观点的艺术，因为台湾的强势文化颠倒是外来的，对啊。啊，来换一个主题了，是讲你因为你讲你伫台南美术馆内底做研究嘛，啊，你伫你的研究也是用你的工课当中，你就是安怎去学即个议题，也是讲册展的主题。安尼吼，第一吼，为头拄咱有讲的，我经历一下啦。其实美术吼，美术或者是艺术史、美术馆，这种的概念其实就是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文明啦。所以吼，因为台湾伊有经过足侪不同的殖民文化，所以吼，咱伫无共的台湾伫无共的时代，拢会有无共的即个西方思想会伫即个咱即个国家内底会变化。所以即个美术馆的概念，基本概念其实也是整个西方系统的即个概念落来的啦，吼。但是你头拄讲的即个多元啦、LGBT 啦，即个文化平权，文化平权呢，即个概念就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就是讲因为早的即个 museum 也是即个美术馆，因当然就是展示，伊是做展示，我展示我有什么物件，所以其实伊内底就有一种精英阶级甲一般阶级的无共。啥物人较有即个物件去展示必成一个权利的问题。对，啥物人要入去看，啥物人会使入来看，要安怎入去看？看到了后，伊要安怎去理解伊看到的物件，这就牵涉到诠释权的问题啦。所以吼，伫即个规个整个视觉文化伫这100-200年来的改变，你有观察到，就是讲为规个一个西方白人男性为主体的这个文化有一个转向，变成伊会怎样变多元去，就是为限定变成不限定之外，还邀请各种各式各样的可能入来啦。所以吼，咱嘛袂使讲以早是安怎，因为以早牵涉到规个伊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甲即个，因为迄个安怎讲，工业革命了后，规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吼，对即个人跟物、人跟欲望、人跟权力之间的问题足复杂。所以吼，导致吼，大家拢有一个普遍的反思，就是讲，咱要安怎伫即个馆舍有即个空间，甲有即个物件，但是咱会永远会有一种以上的解说就对了啦。永远有同一个东西可以永远有不同的诠释。我感觉就是这个美术馆，当代的美术馆伊的一个概念，其实美术馆伊本身也会反思伊家己啊。我作为一个馆舍，我怎么展示，伊牵涉到是人类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对。所以这个人类意识形态的改变，其实我感觉美术馆伊上可贵的所在，伊毋是伊除了伊的收藏展示、伊教育，甲伊的规个社区的任务了后，它可以典藏人类思想的改变。伊会当典藏人类思想甲人类精神的改变啦。
的变哦迁，我感觉这才是即个美术馆伊上核心的所在。哦，所以你看一个美术馆，毋是看表面尔，你爱看即个美术馆，伊是安怎去理解伊甲即个伊家己的关系，较会当转来，互即个观众去了解伊甲伊家己的关系啦。讲到那像我是馆长呢，迄个吼，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想法啦，是我做一个美术馆员的家己的使命安尼啦。所以吼，我咧做研究，也是我咧想代志的时阵吼，我拢会为我家己上有兴趣的角度切入，我拢袂去受以前人安怎讲，咱拢是做一个收集了后，迄叫做啥物呢？你会当看到想法的改变啦。想讲吼。伊以前是受到啥物？伊是受到啥物限制，变成伊爱安尼解说。伊是受到啥物原因？伊袂使讲啥物话。伊背后的原因袂使互伊讲的迄啥物话到真，佫袂使讲吗？还是会使讲啊？袂使讲的原因是啥？会使讲的原因是啥？所以迄甲人的思想观念吼足深啦。所以我看一件代志，安怎话，逐个会想讲啊，我入去看迄。画的艺术家，伊拢画迄画，有的因为没有办法，伊迄阵就是伊的他受的训练就是写生，就是写实。你会看到足侪风景画，你会看到足侪肖像画，但是你会感觉讲甲你也无啥物关系。你会想讲即个艺术家是安怎一世人拢无表现伊家己？毋是，是伊伫迄个伊的时代，伊若伫写实主义盛行的时代，伊画了足共，安尼伊就是表现着伊家己。所以咱毋是单看表面的作品尔，咱爱搁去进一步来想伊迄阵的历史背景甲人的思想，主流的思想甲非主流的思想，尤其伫美术内底的表现，会当表现着当时主流以外的非主流，主要以艺术家的表现为主的，迄是啥物？伊是用作品表现出来的，安尼，咱爱去学的是就是即块啦。安尼啦，喙焦。我感觉我这是真正是犀利呢。知哦。咱以早讲话都讲伤济啊。所以吼，我是建议讲大家去美术馆，因为当然，人吼第一感官视觉感官是第一个，而且吼艺术品开放互观众家己去诠释。这卖的策展的方向吼，都是抛出一个主题，但咱嘛是一个切入点而已啊。伫法文有一个字叫做吼，你的物件叫做通写，就是你要安怎切入这个代志。这是我的切入点，但是你会使有你家己的切入点。我感觉。今仔日若有即个有结缘啦吼，你完成的即个理念，逐个以后若去美术馆，毋免烦恼讲看有看无，你著看有印象，去好好看着家己有兴趣的，徛伫头前好好看伊安怎画。你毋是学美术的袂要紧，就像我甲恁母讲的啊，我迄阵20几岁咧想我家己要创啥的时阵，拄啊好，迄个有一个大学的暑假去。San Francisco 去找阮表姐，我迄阵就家己去迄个旧金山的 MoMA 去内底去踅。我迄阵根本无接触过，第一次去西方国家进去西方国家的美术馆。结果呢，入去我真正大开眼界，真的，因为我看到一个作品吼，伊是用足轻的铅笔，就写一行字。写伫一张纸顶悬就写 This is sky。This is sky， 这是天空，伊就甲伊轻起来，轻起来就水甲伊挂伫迄壁顶悬。我规个总互伊即个概念甲伊即个诗意吼，因为你是伫美术馆，你是一个室内内底，但是你看到即个作品，你会真正感受到天空。你的当下规个人的状态被打开呢，所以我总要因为这个艺术家，恁逐个一定拢了解，伊是约翰南农的太太小野洋子。这件就是伊的作品，为伊开始，我开始对这种诗意的
概念的作品足有兴趣，我就开始行确定这条路是伊甲我带的。所以其他的作品，像讲以早伫艺术史当然有读到一寡较主流的艺术史，像讲梵谷、印象派啦，这些我们大家都比较知道。但是我就开始知影讲，艺术其实是反过来认识我们自己。你要先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你的灵魂，你才能够绕过来看到你自己的灵魂是什么，是什么组成你自己的灵魂啊。安尼啦。所以我就开始变成一个安怎讲，我伫思想顶悬彻底的解放我自己，真的。我感觉美术有这种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解放一个人思想跟灵魂的这个启蒙的时刻是无法预测，但是在美术馆一定有这个机会。就趣味的呢。看册嘛会使，看册嘛会使，大家倒看册，倒看电影，倒去行美术馆。对，迄是人，真正。对，我即马开始有，我想要讲，这就是我甲任务，就是这2集开始，就是按第4季开始，一直叫大家倒看册，倒行出去，倒甲人去接触。对。对我感觉我即马伫文学，也是讲伫册当中，一定开始较会法度找着我家己啊。我所以毋过伫美术这方面、艺术这方面，我也是无法度感觉讲，我也是定感觉讲我看无这幅图，想要是要看啥物美感。毋过我感觉你讲了后，我有较可能会当较。我就是迄款，因为我看电影进前一定要先看影评嘛，所以我看一幅图进前，我嘛会先看伊是啥物人画，叫啥物名，我才会去感受讲，伊看着，比如讲这幅图，若是讲伊的名叫做花，我想讲，好，安尼这是这个作者伊心目当中的花，伊对花的看法是安尼看我会有啥物比较？这是我即摆看画、看艺术品的方法。对，我搁咧懵啦，因为我嘛是出国了，开始办一寡台湾文化的活动了，开始会想要对台湾的历史跟文化来较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大概转去高雄，拢会去去高雄会说高雄美术馆啊，去台南的一定会去台南美术馆，所以这安尼练习了，其实我感觉我家己慢慢会当看出一寡理路，嘛较会介意说美术馆，无我拢看，我拢当我毋知伊想要讲啥，对啊。毋过我感觉即马美术馆无论是台湾还是英国，因拢会整理一区是专门互囡仔耍的。伊无一定讲一定爱跟美术有关系，比如讲，咱遮有一个 Weaveworld Art Gallery， 伊进前逐礼拜5拢有 Afro Dance 互囡仔跳舞。我感觉讲这其实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就是讲伊就是先互你行入来，豆你可能会去扫着1-2幅图，慢慢你可能开始想讲，无我去图的迄边洗洗。慢慢这互美术慢慢行入去人的目睭内底，我感觉就是感觉即马美术馆的这个演变真好安尼。我会当简单搁回一个啦因为当然这个任务的这个问题是足侪观众的好奇啊。想讲我就知影讲迄图足水的，但是我就是无当加所以入去美术馆足好的但是我就看无，也是我毋是看无，就是我看有，但是我看无，我要看啥？对，I have no idea of what should I look and what should I understand. What should I look for? 所以我入去内底是要看，迄个看其实是 understand， 毋是 look 尔，就是讲我要入去内底。接什么物件？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要甲我讲啥？对。所以
因为其实你的问题是咱台湾艺术史本身是一个慢慢整合的过程，因为咱经过足侪文化体、政治体的这个统治，所以咱本身我们本身咱台湾本身伊是一个种难以咱台湾的历史很难统合，难以统合，难以理解很多的讯息交织在一起，没有办法厘清但是就是这种没有办法厘清，很多讯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无法理出一个秩序的状态，恰恰定义了什么是台湾。对。你入去美术馆内底你会看到足侪事件，你会看到无同的感受，你会看到足侪段落，你会看到足侪 montage， 就是咱想看到去足侪代志伫内底咧发生，但是无一个统一清晰的路线，一个足清楚的声音甲你讲，即摆发生啥物代志，我甲你解说。你即摆入来，你就是看到啥物，今仔即个代志会安尼，就是因为伊背后有啥物原因。你就是看无即个背后的原因，恰恰定义即个美术馆的存在。我今日嘛是蛮佩服我家己会当讲遮会画出来呢。我嘛感谢今仔日的机会呢。你就是看袂到背后的意思，就是安那因即马就是要有即个美术馆。就是因为我感觉，因为咱即个文化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你不论你安怎建构，总是有人有意见。但是因为台湾的政治有即个民主的意识了后咱即个民主伊是各式各样的民主，包括思想的民主。所以咱的美术馆，加伫西方的美术馆，其实咱有一个我们的改变很快，就是咱的诠释的打开就紧的。所以咱的美术馆的建构不论你是一只移植西方美术馆系统里还是你是一个台湾文化自觉的美术馆的这个建构其实我感觉伊的这个很多概念叠层在这个上面所以我感觉不管这个听众以后你入去什么美术馆，你入去看有看无，你爱先甲看有看无这件代志放落。迄阵我入去某嘛时阵，我足惊吓呢。我迄阵虽然讲英文做练转啦，但是你讲一个20岁的囡仔入去遐大间的美术馆嘛是会惊呢。我因为就是迄阵会惊，搁足侪迄物件话拢英文拢看无，但是我基本上 This is Sky 3个字看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咱人随时拢咧改变，你就是入去先找，你若有找到甲你有感觉的代志，你今仔日你就有收获你去慢慢想为这件物件开始慢慢其实我会感觉讲艺术还是美术，伊本身的无形，当然会带来很多感觉的门槛或理性或理解的门槛。可是这恰恰是这一门学问它的特性跟别的学问不一样的地方。伊做这物件不是 representation 的东西啦，伊是做直觉的物件，伊是 intuition 的物件，伊是做直觉人直觉是人类的一种做珍贵的能力，也只有在美术或是艺术，我不知道其他科学可能也有不断的提醒人有直觉的这个能力。我感觉在艺术，我留在读美术学美术了后，我感觉去 follow 家己的直觉，还是直觉先行的这件代志，比较接近我的本心。所以我是感觉讲，不管你是爱看预告片，无爱看预告片拢不要紧，咱拢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性格的人。这种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艺术有这个空间让我们用各种方式进入啦。我感觉是对。你不是讲去看册就是什么做高尚的代志，做这册嘛是做歹看，做歹写做歹，对嘛是咧做歹呢，嘛是做者笨手呢。你是袂使有迄种知识霸权知识霸权的代志，真正要有意识形态。你家己是一个 reader，
You have to know you are a awareness. 你有你家己爱觉醒，你是一个 reader， 你是一个有选择性的 reader。你做一个有喜欢的 reader， 你爱去家己筛选你接触到的所有的刺激，你不是被动全部接受。对，好，咱来讲到最后一题，因为你拄则讲吼，这美术馆是一种展示啊，伊足久以前伊是可能是展示伊的，比如讲伊的权力、伊的 power 吼，啊，毋过即马伊甲即个诠释权甲放下来，互这观众去决定，安尼咱敢阁会当去评价、去 criticize 一间美术馆，还是讲你感觉美术馆是会当互拍分数的，敢会使？我感觉会使啊，当然啦。你问一个台南人，一个文化自觉足强的台南人，搁咧做美术馆工课的馆员，伊绝对讲会使搁欢迎。所以我是讲，逐间美术馆伊家己的定位拢无共，只是讲因为我是一个较有个性的人，我对家己有独立思想的即个习惯已经足强啊啦，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日一直想要讲的，就是讲，咱要意识到文化的诠释，就是有人咧讲一件你毋知的代志的时阵，你爱去想伊是安怎会安尼讲。你来牵涉到文化本身曾经是一个霸权的状态啦。因为迄足侪美术馆的历史，拢是迄种殖民者的国家的产物。你想讲英国，英国。有殖民地的国家，通常有很多历史悠久的美术馆。对。所以你要去想讲，其实迄阵咱无讲历史的对错，对因来讲，迄阵对于异国文化的猎奇，还是对于那种异国的状态给他的震撼呐。伊迄个文化冲击对伊来讲，伊需要有一个所在，甲伊的亲朋好友、伊的人去分享着。即件代志我无看过，即个物件我无看过，即个物件的做法甲咱做法哪会无共？伊是安怎会使做到遮尔水？还是伊是安怎用遮尔简单的代志，就做到即个程度？其实，迄就是讲我感觉咱爱去回到人对无看过的物件本身的好奇，甲迄种要甲人分享的心情，我感觉爱去把握。历史的演变，还是迄种。权力的状态，迄是另外一种讲法。但是你爱去想讲，你入去即个美术馆，人要甲你分享啥物，伊对迄个甲物件摆出来，还是安尼摆，对伊来讲是，伊要甲你分享一件对伊来讲足趣味的代志。伊无安尼摆过，还是伊无安尼互你看过，伊想要安尼互你看，咱安尼想就好啊。嘿，这个叫做展示的创意啊。The creation of what display 还是你要去想讲，伊安尼展示是因为伊背后他被这个东西启蒙，他被这个东西启蒙的那个状态，他想跟你分享。不是他想让你看这一幅画怎么样，而是有东西触动了他，而他想跟你分享触动他的那个瞬间。以上真趣味。好哇，对哇，安尼我感觉今仔日安尼差不多啊，真诶，足精彩诶，对，足精彩。多谢大家啦，嘿啊，有足侪punchline 呢。哎呀，真诶，嘿，历史诶贴顶，典藏人类思想改变，真这真正是 highlight。还有直觉的能力、直觉的能力，思想的民主，都是今仔日的 highlight。好，安尼咱今日就感谢小班，大家有闲会当去即个台南美术馆行搭一个，看伊即个台南4摆活动到有展览安尼。最后我嘛是即个。感谢任务甲王来啦，感谢今仔日的听众朋友。恁内底若是有共款伫即个
同款从事美术馆的工作，也是有即个艺术文化的从业的同业吼嘛，欢迎指教批评啦吼。今仔日我的发言拢是我纯粹是我个人的立场，不代表台南市美术馆。这是请一定爱甲我即个声明放伫内底，爱互大家知影吼。所以就是今天所有发言由我个人来负责，甲台南美术馆无关系吼。安尼以上，我希望大家会当享受到，作为一个人，咱有各式各样感觉的逻辑，感觉的逻辑形成各式各样不同层次的变化或组合，就是我们人类的创意。这种各式各样的创造性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精彩也很美的一件事情安尼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安尼平安赚大钱平安好啦有应该大家去学啦哈拜拜。农民骑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车人客，写生气的土地。稻仔青芳过一池，青菜水果青。